第五題咁啊，嗱，有個分數喺度，好多人錯咧就會將個 k 加4就咁調過去就算啦，係唔得嘅，因為有個3喺度阻住咗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要諗做每一嚿嘢，即係包括 h 啦，包括3啦，包括呢個分數啦，佢哋都乘 k 加4。咁啊，第一嚿就會係 h 乘 k 加4喺左邊啦，等於嗱呢個3要乘 k 加4啊，好多人會漏咗嘅。然之後後邊嗰個分數咧，佢乘 k 加4其實就係為咗同個分母一樣解嘅啫，所以佢乘完之後剩翻減5嘅啫。跟住之後就拆括弧噶咯喎，咁啊應該呢啲咧就容易處理嘅，將個 h 乘入去啦，將個3乘入去啦，跟住你要轉 k 做實值，即係有 k 嘅搬過去一邊，咁我將個3k 調過嚟啦，12減5係7，4h 調過去變減4h，然之後左邊可以抽個 k 出嚟，就係 h 減3嚟嘅。咁最尾咧就做到答案啦，7減4h over 翻 h 減3，有冇答案呢？哎呀，冇，佢倒轉咗添。咁我哋就要識得將佢倒轉啦。咁啊，7減4h 正負倒轉可以變4h減7。同樣地，分子倒轉呢，分母都要正負倒轉，即係好似分子分母都乘負1咁樣。咁你最尾就會錯得到個答案啦。long quest 咧，你寫上面呢個都已經得㗎啦。不過 MC 你要最尾判一判斷，即係佢邊個答案先係真係啱嘅。咁啊，答案係 A 呢題。